妹，係唔好喊啊！唔好喊。點解要喊？嗱咧，我知咧呢個好尷尬位嚟嘅，因為咧一出嚟咧你攞到咧又講唔到嘢，攞唔到咧就更加講唔到嘢，咁啊始終咧就由我講晒。使唔使咁窒啦？嗱咁啊嗱，簡單啲問你一個問題啦。隨便。咁啊，你啊不嬲，所有人都知你咧朋友遍天下，基本上係一個非常之重情義嘅人。係啊。咁今晚咧喺呢提名嘅演員裏邊咧，就個個都係你朋友啦嚇。所以我真係唔適宜講嘢。劉德華就你非一般嘅朋友，就眾所周知啦。張學友咧就同你有親戚關係嘅，佢係你親戚朋友，咁就大家都好清楚啦。咁啊，至於另外一位提名嘅周星馳先生咧，佢就係你一般嘅朋友，大家亦都好明啦。都唔算你一般嘅，都拍過嘢嘅大家。咁有一個咧就比較奇怪啲。係。佢咧就你唔識嘅，你未識嘅，不過我識，我等你介紹你識。嚇。佢算係你朋友嘅朋友。即係點啊？咁啊幾個都係朋友。如果我真係要你喺呢幾位裏邊，真係揀一個出嚟做今晚嘅最佳男主角，你會揀邊個？邊度咁揀啊？個個都係朋友，收口咯，我都係。你講啦。咁既然你唔講咧，嗱，我哋睇下今晚嘅提名演員嘅片段先。榮獲提名最佳男主角，周星馳《少林足球》。我仲要多謝我好朋友阿梅，阿梅係我阿梅，你見點啊？食咗飯未啊？哇！張學友《男人40》。咁用 headphone 咯，叔。喂，你就係統測㗎啦。劉德華《瘦身男女》。當咁多蚊仔，你要錢咗我俾你，你成副身家俾晒你，夠唔夠？夠唔夠？胡軍藍宇。劉燁藍宇。雖然你表現得好鎮定，咁但係咧，我都有兩句鼓勵嘅説話想講俾你聽嘅。講俾我啊！嗱，雖然呢個《芳華絕代20年》咧唔能夠好完美咁喺攞一個演藝獎嘅情況下完結，但係我哋一定要努力，一定要等待。快啲啦你！我哋會有呢個豔麗芳華30年，我哋一定會再嚟嘅。係多謝大家嚇，繼續係班男主角啊！嘢咧就嗱，由你我嚟揭曉，你嚟負責擁抱嚇，就益你嘅。喂，你唔好講到我女色狼咁喎！我搣咗個名喎。第2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最佳男主角，普通朋友少林足球周星馳。嗱，你啊攞曬著數啊！冇辦法啦，係嘛？你射咗佢。多謝。多謝啊學友哥、華哥，仲有啊劉燁、胡軍，容許我嚴肅少少講幾句説話啦嚇。攞到唔係我都要講噶啦，因為第一次啊嘛。攞呢個獎咧，我想多謝有啲人嘅。首先就係已故嘅李小龍先生，因為當其時我非常之咁迷戀佢嘅電影，然之後立志想成為一個演員。咁跟住咧就係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裏邊嘅孫嘉文老師同埋鄭有國老師，佢哋第一個話俾我聽咩叫做演技。跟住就係監製林麗珍小姐。第一次俾機會我參演呢個兒童節目，電視兒童節目。睇下先，仲有監製李添勝先生，俾我演出第一個電視嘅單元劇。仲有就係監製劉家豪先生，俾我演出我第一個電視嘅古裝武俠劇。李修賢先生俾我演出第一
個大銀幕嘅電影。仲有就係萬梓良先生、李力持先生，仲有吳孟達先生喺當年喺演出上對我嘅鼓勵同埋啟發。多謝大會，多謝廣大觀眾，多謝。